讲啊，阿妈爱甲我讲，咱今仔这个讲的时间吼，咱这边开始啊，吼，啊，今仔要讲的主题或者送的咧，十粒卵，吼，做互人声人听的十粒卵，嘿，啊，这两位老师吼，就是咱先来遮学文班。已经结业的学员吼，啊，因本身嘛拢是老师啦，嘿，啊，就讲即安尼讲，这囡仔个真有注意，所以今日专工为高雄对无？嘿，休困日个专工来安尼啦吼，嘿，啊，咱就来听看讲，这两位老师准备啥物？伊今日两个老师就做上本，我拢一个听，因为我记得第一届讲啦吼，啊，要互大家就是嘛是练习，啊，爱互相安尼啦吼，嘿啊好。无咱即下咱就我声吼，家两个鼓励一下。好，大家好，啊，我叫佩如，啊，你会使叫我阿如老师，大家好。啊，我是阿公老师。不是迄个阿嬷阿公迄个哦。好，啊，咱今仔日咧是要来讲一个故事，就是十粒卵。啊，你有看到遮顶悬的啥货？伊的形象。哦，来拢有古水的卵对无？啊，伊有无共款的表情，有诶安怎？啊是这个是安怎？你看看，看点啥？舅舅啊，红水饺哦，可怜哦，啊个咧，这个。也是已经造出来了，对不？啊，这古水的卵，啊，你来看伊，我先来看。我看你哦，来看到这顶悬，这嘛是做者无共款的，这无共款的，你有发现是啥？大的，我较细的，啊，你可能看袂出来，所以我要先问大家，你知影？一顶悬，多一粒上大，一粒上大对无？啊，有诶就细粒，啊，这是有同款的动物的卵。啊，恁敢知影啥物国际啊卵吼？看到的卵上大粒的是啥物？哦，真好哦，龙头鸟来，遮嘛有龙头鸟，啊，比龙头鸟较大的，这个是啥？即摆可能看。风流哦，风流的，这有大粒，啊，这有上细粒，细粒又看卖啊，上细粒的可能是啥物呢？神汤啊，神汤啊，可能哦，哦，啊，这有一个嘛是细粒的，可能比神汤啊较细粒的，你可能要用探镜去看，细粒的，这是香蕉的卵。细粒，好，啊，咱来看今仔日卵十粒卵发生什么故事哦？好，台起先，咱来看第一页。第一页，请来，你看到什么货？一对，遮有一个阿爸甲伊的查囝，啊，伊对。哦，菜市啊，对无？啥物你感觉遐是菜市啊？是毋是看到遮有无同款的单对无？啊，有卖菜的，啊有卖啥货？搁有人看这是啥货？菜篮对无？伊咧用送的迄种菜篮，哦，所以伊菜市啊，啊，所以伊就看到有人咧卖卵，遮有少济的卵，啊，伊就买一盒，买一盒卵。十粒卵买好啊，要用啊，要来转啊，对无？好，来刷来发生啥物代志？阿爸安怎？哦，你看阿爸啥？徛无在对无？我跋倒去啊！啊，迄个乌狗伊个边仔压对无？好，啊，这十粒卵阿爸跋倒去啊！赶的时阵，这十粒卵会安怎？滑去。哦，可能会落落去，对无？好，啊，咱来看，换一倒，伊的卵飞出去啊！啊，咱看第一粒卵飞出去啦，发生啥物代志？第一粒卵，伊就讲啊，我飞落去啊，我飞出去啊！啊，安怎？这
两两个哇就耶落落去就有声对无？你有物件落落去，所时阵会听到声无？哦，听到。还是啪，啊，伊这是落落去啪声，啊，这两人又看卖，这两人变啥货？啊，两年，你得看到伊两年，对无？伊看去啊，伊得看到内底5个两年走出来，啊，搁白白2000万走出来，对无？啊，安尼可能通较就拍算的，对无？所以啊变做两个料理，啊，今仔日顺便帮你食两个料理，对无？啊，等者嘛介绍两个料理哦。啊，第一粒卵伊飞出去啊，伊变做啥？变做菜脯卵。有食过菜脯卵的入手？哦，菜脯卵食起来安怎？哦，厉害，对无？啊，搁安怎？切切哦，啊，搁咧，食起来香香对无？啊伊个就讲菜脯卵足咸的，哦，真正的，头仔讲着咸对无？足咸的，足咸的菜脯卵，哎，香香真好食哦。好，刷来，你感觉第二粒卵小共款安怎？啊？是不是嘛是小共款飞出去啊？对无？哇，小共款第二粒卵嘛啊，我飞出去啊！啊，刷来嘛是落落可能声无啥同款，伊讲咔。演两个声，拍两个声，哦，可能哦，你个拍伫个顶边对无？好，啊，这粒卵要看卖伊变啥？你想看卖佫有啥物款两个料理？两汤炒饭啊？两花啊，葱仔卵好，啊来看一下嘛。下一个伊变做葱头炒卵，葱头。看过葱头，葱头一粒伊，啊切的时阵会安怎？流目屎对，好切葱头的时阵，目睭就足鲜的哦，会鲜鲜安尼，啊粒目睭手去配，你就配目睭会透明对。啊变葱仔卵，啊葱头卵，葱头卵有食过无？无好食，迄话人袂介意迄个味，感觉伊的味怪怪。好，啊，你先介绍两个料理哦。好，来咱看刷来后一个，是不是小共款？啊，用几粒卵飞出去啊？几粒卵？2粒。啊，2粒飞出去啊，对无？即摆刷来要飞出去是第几粒？对。哦，真好哦，第3粒。好，第3粒，伊嘛是有通看啊，第3粒讲啥货？嘛是想看讲啊，我飞出去啊，啊飞出去啊，啪！伊可能牵较大力咯，爱啪！啊变什么卵？三色卵，食过三色卵无？三色卵是用啥物货？啥物卵做？皮蛋。皮蛋，啊个有咧羊卵，啊个普通的卵。嘿，煮做伙，啊皮蛋三色卵，好食无？有人介意食三色卵的无？哦，一个料理内底会使食几种？无共款两个一味3种对无？好，啊伊讲三色卵少好食，少好食，三色卵会使配2碗饭。伊讲哦，真正好食，甲会使配3碗饭。好。刷来第4粒卵会安怎？哦，第4粒卵小共款，伊嘛飞出去啊。啊，你看边仔佫有啥物货？鸟仔卵听着无？伊可能咧想讲啊，这是毋是我的卵？食过啊，要讲。伊嘛是第4粒卵讲啥货？下来对我做伙讲啊，我飞出去啊！我飞出去啊！佫安怎？吼一声，哦，啊回去变做啥货？什么卵？哦，卵哦，
元卤蛋，食过卤蛋无？伊是酷怪呀，那会较个低的呀。哦，迄毋是酷那不是超啦，迄是酷，卤就卤乌去啊，乌去啊。啊，卤蛋啊，卤伤久安怎？是毋是甜酷酷对无？哦，所以卤伤久啊，卤伤久啊，伊就变甜卵，所以较较大声对无？伊甜酷酷，较较一大声哦。好，来，啊，甜的食，我想要知影你拄则有真听无？咱拄则已经介绍过几个两个料理，4种啊。来，佮会记你对4种无？啥会使回答？小冷面，有冷面哦，小冷面，几种？人家手无4种对无？有人想要讲看卖无？这种有小盖会小米长的长安哦，长头呢对无？好，来领一个冷面，你点点一个。好，你要做几种？阿爸在几种？啊，你讲长安人迄是葱花炸，迄菜菜菜菜。哦，安尼好对啊，你要一个种。啊，搁什么人？来，哦，是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你也讲长，老人有说要讲长。伊个大概红色，佮其他的3种对无？你会较济啊，不要紧。来，你来点一个冷面。在人们都话，在我们爸是。啥会？啥物人？什么呢？哈？哦，好，啊，继续搁来看，刷啦要飞出去的是第几粒？哦，真好，第5粒蛋，好，第5粒蛋，嘛是讲啥货？哦，我飞出去呀，飞出去呀。哦，这是啥个啥呢？啊，蛋饼，咱早起有人食蛋饼对无？哦，今日食蛋饼做啥食对无？哦，啊，蛋饼会使告物件对无？你食的是告物件无？告啥货？告了未？会使告啥物件？然后就是包子、气死，都袂使对无？嘛会使告迄落，番麦对无？啊嘛会使告包对无？好，啊即个就来卷起来，卷起来，想要食啥物，你就会使告啥物对无？好，啊刷来，请。那豆腐面，介绍好，啊，讲第5粒蛋哦，啊，刷来看讲有啥物蛋的料理哦。啊，所以来，咱讲着5粒蛋对无？吼，啊，这本册的册名叫做几粒？哦，啊，所以刷落来是第几粒？哦，第6粒吼，好，来，咱来看哈。哎，同款哦，吼，来，啊，爸要去接迄粒蛋对无？吼，吼，对无？吼，啊，你看伊骨细吼，哦，然后唱两个，你也物件拿落去，你哪甲食？你骨细是啥？用啥食？物件要拿去，你要哪食？我的。哦，安尼，哦，对无吼？来，啊，拿落去有啥物声音？哦，靠，搁有咧。锵，盖，啊，有啥？搁有啥？搁有啥物声？天能人为什么声？咚咚咚。好，所以即摆哦，咱来看吼，会当变做啥物料理哦？哦，来，这是啥物？哦，卵汤。啊，毋过伊阁有一项物件对无？啥物色的？红色的啥货？哦，赞！干妈咪，啊，阁有其他的，阁有其他的，嘿，啊，干妈咪阁有，会当讲其他的讲法的。哦，对吼，tomato 对个吼，对，
对，吼，土马豆甘那面汤吼，变做是甘土马豆两汤安尼吼。来，土马豆两汤食起来哪？好好食，不好食，酸酸，哦，好食。有的人介意，有的人不介意。吼，来，收下来哦，吼，咱搁继续看，哎，收来是第7粒对无？吼，来，赶快，这粒呢要飞出去呀，发出什么声音？一下，哦，来看吼，啊，所以这个变做什么料理？看到什么色？对，吼，看到皮蛋豆腐，皮蛋豆腐，豆腐是什么色？对，来，皮蛋什么色？黑色，食起来什么味？臭草，有人感觉胖胖的个？嘿啊，袂歹食咧，我最爱食，我是感觉胖胖咧。咱人唔敢，咱大汉爱在水。会买对吧？吼，皮蛋豆腐，吼，来，说来哦，第几粒？第8粒，好，8粒，来，赶快咯，吼，飞出去呀！来，赶快，老师们，什么声？啾，哦，这是咔，对吼，咔，吼，咔声吼，来，阿爸这边嘛是做骨力要去遐食的对无吼？目镜拢安怎？目镜拢顶落来啊吼，对无？飞伫边啊。来，所以这个变成什么料理？哦，看到。我全是在糖哦。龟呢？啊，切这个。烤龟，所以就变成一个咸卵炒烤龟。吼，这道料理食起来安那？好食。啊，个啥物滋味？嘿，啥物滋味？口感。啊，还有咧。咸。好，上得来哦，咱就来看。好，第9粒卵，来，这粒卵飞出去啊，赶快有声音，好，啪一声，来，什么料理？这是什么？哦，你会知鸡卵糕？你上爱吃。阿母介迄个烘互你食，给你做。用咩？南部就讲。好。用咩？哦，用咩？好，来，应该是你看哦，这个查某囡仔吼，伊手戴迄个手套对无？所以这鸡卵糕应该是手笼啊吼，应该是打烘出来名吼，所以应该是烧吼，烧烫，好来。鸡卵糕食起来，什么味？啊，鸡卵的味。啊，其他的人敢有食过鸡卵糕？有食过叶切，有食过叶手。哦，啊，种问吼，种问，互你食啥物口味的好无？吼，来，心愿。阿公买鸡卵糕互你，烘互你食。食过啥物口味的鸡卵糕？有没有吃过？狐狸母啊！哦，你吃是啥物味的？甜的还是咸的？甜的，甜的哈，甜的哦。开飞去叫。来，龟记耶，龟记的口味。龟记的口味，什么龟记啊？水皮壳啊，包水皮壳，内面会当包水皮壳。中糖龟记啊，中糖龟记。蚵仔嘛好食吼。好的。菜炒。
好的。布丁没有做，布丁的跟布丁。哦，就是讲给人的那种红豆啊。好，刷落来哦，刷落来，上刺激的来哦，第几条拢要出现啦？第10粒能出现啊吼，你共款哦，我要飞出去呀！啊，毋过这个时阵你看到，这有一双什么？手会当什么？新的。新的哦，新的，啊，伊敢有新条的？用它敢有新条？今天敢有破去？啊，技能敢有破去？啊，无去的技能当创啥？哦，来，咱来看哦，变啥呢？变啥呢？来，哦，对，一定两卡，对无吼？两卡的顶端吼画图，吼会是水，会当画你介意的图。哦，好，所以哦，伊就变做是过偌济，吼，过偌济彩蛋，好彩蛋。好啊，所以咱去活这个时阵，会送大家呢，啊，希望大家拢会平安啊，遮嘛有足济人会去活这个彩色比赛啊，啊，嘛有所以按算来，要互大家做一个活动，就是你会使画你的彩，伊也无传长好伊也看，啊，所以阮都有传迄个纸，要互大家画图，啊，你若画好，你会使分享你的迄个彩展，啊，就会使来领一个小礼物，啊，你嘛会使顺续领画你喜欢迄个两个料理，啊，今仔日介绍真侪两个料理对无？啊，咱请老师问问题。好，来先问一下问题哈。来，这是大拄我有讲到的对无？这是虾米两个料理？哦，野手哦，野手。来，给他来放工啊！给什么？给两个，对。开始讲，来，我这个嘛。来，这个，难道有出现着有白白的无？佮有乌乌的对吼？只要有人举手，你难道好加好来哦！大家转互恁，啊，你会使画你的，啊，才有彩色笔，你会使印你家己的色来画。我有披萨，就爱摕毛笔啦。你点当嘛？啊，这里点啊。一开始无法做啊，要小乱他们。这不简单啊！为了来我这边拢会使塑胶迄种对啊，来画，迄种塑胶的画弄，改掉。那大粒没有？我准备了无？那大粒没有？哇啦！
啊，顺机你两个谁做？啊，你的什么人啊？长安没有。秋安哦，秋安的呀。哦，这个是迄个郊外等下，你等一下。啊，你能三个嘞？今年我要会使今年少哦嘛。回茶你会弄啊？啊？我这回茶。我这买新装，我五年干嘛是你讲？啊，你去吃茶，啊，你会这个？我生目睭，啊，顶晚有鸟啊，生来好。我啦，火鸟，啊，就不介意鸟啊来哦。在北京啊，给他们火鸟精啊，你就有介绍。哦，你讲迄个哈威鸟，好老婆，我即摆甲伊接过，我好啊，了了。啊，上次有，我到家里就会在上面有什么？现在哦，爱的什么样的也是什么妈妈，谁连的在班那个传一个，因为现在只有写字的嘛。班每一班的老师，什么想？那小叶怎么做？先好，你这样啦，叫中医老师。就是哎，因用食品的，因讲的讲法，感觉迄个是较正。代表咱物件袂错。哪路港口？再往一圈，看看啊！以前要再往一圈啊！爱一种跟他爱一点。要是我一定要跟我有没有爱酒？常客跟你处，我该开始。有啊，大家都赶快。放心啦，这个刚回来。如果我家庭都厉害，只能泡的一个男性针吧，男针这的。哦，还做起泡面哦。为何人了种哦？什么人啊？我都看起来很多。这是我料的。你敢讲？第三号。野手哦，要送礼物啊！野手哦，对，大来的看。咱搁剩5分钟。出在弄回人诶，那被你树仔顶去。找你在哪？对嘞，哦。我你妹妹拢伫遐看甲老喙暖，想要食。树仔搁笑到，伊有几粒呢？有6粒呢，对吧？老师讲10粒呢，你会6粒。大概会怎样？会不会加？还有中。是的，好鼻孔，